我们不想穿西装了呢，我可以解放一下吗？我所以你不要掌声啊，慢慢欣赏就好。也没有穿啊，也没有好看啊，好热啊！原来要穿啊，早就设定好了，好不好？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觉得是社会组织的架构，就是所谓的年龄阶层。在男生里面就是有一个年龄阶层，啊，5年为一个单位，啊，它就好像一个班级一样。假如说15岁到20岁一班，21岁到25岁一班，26岁到30岁叫一班。然后每一个阶层要升上来的时候，老人家会用这5年之中的大事情，就部落里面发生的那种大的事情，然后当做这个阶层的名字。就是一个班级要有名字嘛，就像幼稚园什么大象班、企鹅班，那我没那么可爱了哦，因为部落里面不会有大象跟企鹅。啊，那除了个人的名字、一群人的名字之外，它每一个阶层的名字开头都是用拉，就是像我是拉千禧，他们叫拉沙洞。沙洞，哇，那个沙很难发音，沙，然后加一点点口音沙，没关系，那我们学法文比较顺。我们就 Messi 姑姑，不懂啊，没关系，拉萨洞是因为他们是今年才成年的，就今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刚好大家回来，部落里就5年才这么一次成年礼，错过了就要再等5年的，哇，那已经很老了。所以刚好前阵子刚好碰到88风灾，那时候把整个南部的森林，就是很多块木，然后都被冲下来，然后随着黑潮就往北飘到我们都兰湾。都兰有一个很大的海湾，叫都兰湾。我们在都兰湾的都兰部落在都兰湾的北端，那些木头就飘过来，很多到就是整个海湾就上面好像飘了一座足球场，夸张，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什么 hinoki 块木、红块、黄块，还有乌心木乌心木就是做佛像的那种。就是举了很多那种大的木头然后那些都是对阿美族来讲是以前的建材，就用来盖那个传统屋用的，就是那个柱子跟梁，柱子是最重要的，那个大木头就叫茶洞，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也希望他们成为栋梁对，国家的栋梁茶洞。那我们也会笑他们木头人很可怜的木头一样。好，像我比较特别就是叫拉千禧，待会再分享这个故事好了。然后今天其实花莲也有，因为他们慢慢的都长大，就都兰最大的学府就是都兰国中，国中毕业就没有学校可以读了，就最近也要到台东市才有学校可以读的。然后如果高中毕业就更没有学校可以读了，有的是也没有考上学校。然后那年轻人就这样外流到外地工作，刚好我今天在花莲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弟也在花莲读书，我欢迎那个燕成，来吧，花莲他们的制服就是这个灰色的，他们自己做的纪念的那个他们阶级的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要唱他们阶级自己的歌，他们自己写的因为我有写过拉千禧嘛，他们想要在学我，就写了一个，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是写了一个很抒情的，然后是他们自己阶层、自己一群人、一群兄弟这样的一个感情酝酿出来的一首歌，叫《拉萨洞》就是也是中文加母语的一个合并的一个创作，很特别，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没有发表，没有出过专辑，加油！财神。